自后2022年9月初3，每日新眼光读经，毋通做双面信徒。圣经雅各书第2章第1节到13节，咱做伙来读。我的兄弟姊妹，既然恁信荣光的主耶稣基督，就毋通用外表对待人。若有一个挂金手指、穿水衫的好业人入来恁的会堂，阁有一个穿破衫的散赤人入来，恁简单注意迄个穿水衫的，对伊讲：“请来坐大位。”对迄个散赤人讲：“你徛伫遐。”也是讲坐我的脚垫边。安尼，恁敢毋是偏心，用歹的动机在判断人？亲爱的兄弟姊妹，着听，上帝有拣选世间的散赤人，互因伫信仰上富足，通承接伊应允，互听伊的人的国度。毋过，恁无尊重散赤人，压迫恁、拖恁上法庭的，敢毋是遐个好业人？因才是诽谤上帝赐恁尊贵的名遐个人。恁若尊趁圣经所记载，着听厝边亲像听家己，迄个上帝国的律法，安尼就对。毋过，恁若看外表对待人，就是犯罪，受律法判做犯法。人若无守律法中的一条诫命，就是无守全部的律法。因为迄位命令毋通犯奸淫的，嘛讲毋通杀死人。虽然你无犯奸淫，你若杀死人，就是违反律法。既然恁得受互人自由的律法审判，就照律法的要求讲话做代志。因为无用慈悲对待人的，伫审判的时，上帝袂用慈悲对待伊，慈悲赢过审判。以上，毋通做双面信徒。人的偏心是正常的，因为心脏伫身躯内底本来就偏倒边一撮啊。咱可能拢听过即种的讲法。若用人的生理构造来看，即款讲法确实是无毋对。毋过，即个讲法也有一个偏误，就是超故意用生理现象来讲述一个甲这无关的事实。咱煞往往会接受即个讲法，因为咱惯势犯以偏概全的错误。即种以偏概全的情况，毋若时常出现伫咱的生命，随像伫整个圣经内面，人用以偏概全的情况，搁较定定会通看见。雅各书作者提醒，若是看到手甲金手指、身穿法利衣服的有钱人，就热心接待；看到穿插就破破烂烂的散赤人，就赶紧假做无看见，也是故意远离。安尼做的人是上帝无欢喜的。检采，咱会找逐种理由解说，安尼做是为着要保护家己。若是将场景换做是教会，咱是毋是也会安尼做？当外貌无啥特别，也是讲穿插破烂的人行入来教会，咱搁拄好是招待人员，是毋是会积极向前欢迎甲接待伊咧？伫生理上，人的心确实偏伫身躯的一边。毋过，雅各书作者讲到，恁简单注意迄个
穿水衫的，对伊讲请来坐大位。对迄个散车人讲，你徛踮遮，还是讲坐我的脚踮边？安尼恁敢毋是偏心，用歹的动机在判断人？若是咱用恶意欺视人的时，咱就是陷入罪的牢网，因为上帝对咱的疼并未偏心。作者进一步指出，毋过恁若看外表对待人就是犯罪，受律法判做犯法。咱拢容易因为视觉影响咱的行为，搁较容易因为表象影响咱的决定。毋过，上帝察觉人的内心，毋是外在表象，只有内心尊坦、疼人亲像家己的法则，才是上帝所喜意的。伫福音书内面，耶稣捌侪摆指责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，因外表假做虔诚，内心污秽不堪。雅各书作者甲耶稣的教示是同款的，提醒咱绝对毋通用外在表象作为衡量人的标准，因为咱所信靠的上帝察觉的是人的内心。相同标准的人，伫世俗的世界会互厌恶，伫信仰的世界搁较是安尼。若是咱陷入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，应该赶紧伫上帝面前认罪悔改。咱应当致力追求信仰甲生命合一，互基督的生命运用咱的生命。咱来活出基督信仰的真理，让世间人见证耶稣的疼是超越国界、种族、血缘甲皮肤色地。互万国万民拢会当伫基督内面成做一家人，同心合意宣扬上帝国的福音。默想，我是毋是因为相同标准活甲真辛苦？我是毋是因为相同标准活甲真辛苦？做伙来祈祷，赦免人的主上帝。求你刷走我生命中的不义和偏心，互我会当真实认捌你，接待所有属于你的子民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